佢成為一個好特別嘅總統。普通嘅農舍，尋常嘅平房，住喺入面嘅卻唔係普通人。身為烏拉圭總統嘅穆希卡放棄入住總統府，又將90%工資捐俾慈善團體，留俾自己嘅1成，相等於人民嘅平均工資。2010年就任總統嘅時候，申報嘅資產只有1800美元。自己落手沖茶，一邊飲一邊傾到外界對佢嘅稱呼：全球最窮總統。No, pobres son los que me describen. Pobres, mi definición es la de Séneca. Pobres son los que precisan mucho, porque si precisa mucho es insaciable. Yo soy sobrio, no pobre, sobrio. 所有嘅資產最貴嘅要計呢一架1987年出產嘅車。佢出名平易近人，人民昵稱佩佩嘅穆希卡喺一次街頭訪問，有露宿者問佢攞錢。Mira, hermano, moneda no tengo, pero no lloré. Anda, anda. Vamos arriba. Quiero que sea presidente toda la vida. No, no, soy loco. No, no. 一向喺國際舞台被忽視嘅烏拉圭，近年受到關注，原因係穆希卡推動種植、銷售同吸食大麻全面合法化。親民嘅佢亦都有特立獨行、堅持自己一套嘅一面。理念係，與其由毒販操控大麻市場，不如由毒販手中奪回主導權，由國家操控大麻市場。國會舊年12月通過法案，年滿18歲嘅居民可以向政府登記，每年可以喺屋企種6棵大麻，亦都可以喺登記之後喺認可藥房購買吸食，每個月最多40克，預計出年3月實施。法案有唔少爭議，包括登記制可能令人卻步，毒販可以提供更優質嘅大麻，同樣有生意做，措施打擊唔到佢哋。穆希卡就形容呢一次係實驗，各國關注結果，睇下新手法可唔可以借鏡。無線電視記者胡若玲報導。體育方面 ，NBA 湖人終止3連敗啦喎。嗱，冇錯，喺高比拜仁射入全場最高嘅32分底下，贏帝王3分。投射命中率唔夠40%， 25次起手射3分，中得5球。種種數據，湖人都係唔及帝王。能夠贏波原因得一個，就係高比拜仁。再加埋林書豪同埋保沙仲係列為後備，而林書豪今場攞得3分嘅啫。打完半場，湖人仲係落後緊9分。不過逆境令到高比拜仁再一次企出嚟。但係第3節，佢入咗12分，包括呢一球3分波。戴維斯同隊友呢個之後，湖人更加追到75平手，又係高比拜仁啊！雙方最後一節咬得好緊，3次交換領先位置，2次平手。哥連遜鏟攬，一度幫帝王領先95比94。不過不得不佩服高比拜仁面對壓力，仲可以打出應有嘅水準。最後4次罰球全部中晒啊！帶領湖人贏98比95，終止3連敗。足球方面，曼城喺歐聯分組賽最後一場會作客對住羅馬，係出線嘅生死戰啊！曼城喺球隊嘅新訓練中心作最後嘅備戰，之後先至飛去羅馬。E 組形勢，拜仁慕尼克肯定係以小組嘅首名出線，羅馬、莫斯科中央陸軍以及曼城都係同得5分，3隊爭奪最後一個嘅16強席位。現時喺英超排第2嘅曼城必須贏波先至可以確保晉級。喺各項賽事連贏5場嘅曼城，前鋒阿古路失傷缺陣，夜夜托尼停賽，大大影響功力。好消息係隊長高柏尼同埋西班牙中場大衛斯華能夠跟足操練。羅馬現時喺意甲，只係比榜首嘅祖雲達斯少3分排第2位。教練魯迪加西亞話會當做一場決賽嚟踢。後衛艾殊利高爾嘅英超經驗唔知能唔能夠有幫助啦。曼城近4次作客對意